过去校舍其实只有1层楼，那因为长期的这个漏水，所以有很严重的壁癌的问题，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家长们捐资就新建了铁皮屋，但是铁皮屋的校舍是非常的奇特，所以我们也积极的争取北栋先做了拉皮，那南栋进行重建。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根据孩子学习的需求，设计了自主探究学习教室，设计了好时间、孩子森林的阅读室等等。那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设计，所以我们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类的奖项，以及绿建筑钻石级这样的荣誉。学校的需求其实也很明确，就是他们对于空间上协同式教育的部分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教室空间的设计上呢，其实我们就采用了蛮多空间上的结合，来跟外面自然环境上做一个呼应。连续有3年，这个3期的这个校舍重建跟补强，我们投入大概50多亿啊。那让这样的一个校舍崭新了之后，能够带给学校的，那么有更好的一个优质硬体设备，那么我想也是家长所期待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台南市最优质的学校之一虎山实验小学的新教室落成，就在我背后看到这栋。那这栋在2年前开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1坪造价大概7万多，总共1000多坪花了7000多万，1坪大概7万多。现在这个光是造价起来这个14万、15万都不一定做得起来。所以可见很多事情早点做会比晚点做好。我们也希望虎山实小在硬体设备有了，软体的部分，因为校长跟老师还有家长的努力，可以让这个学校变得更好。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 Eco School 生态小学，那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将来可以让这个不管环境教育或是学科教育都能够成为台南市的模范。谢谢林校长，谢谢我们陈会长大家的努力，还有老师家长的努力，可以让虎山实小变得更好，让台南市变得更好。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了是各界欢迎收看2月2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由美国艺术家 Kirpers 所发起的红球计划，对3月29开始，将连续10天，伫台南各大景点甲市民见面。到时艺术家就是要透过直径4.5公尺、122公斤重的红球装置艺术来用伫咱城市，同时甲居民互动，借此开发创造力甲想象力。红球计划为2001年开始，到达去过全球40外个知名城市，是世界为期上久的街头艺术行动。台南市文化局第29号宣布，3月底将要来到台南。那这个策展行动其实是将一颗其实比一层楼，将近有1层楼高的红球那镶砍进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面。这个红球特别之处是，它其实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观众为主体的一个艺术作品。它置入到街区之中呢，其实就跟街区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那希望借由这样艺术的刺激，可以让民众有更多的想象。艺术家在10天的展期当中，会炸着红球以无同的形式刷到10个地点。整个行动就是艺术本身。目前公布安平国宝、接关亭、国立成功大学未来馆以及河道广场这4个地点。Red Bull is not just about places; it's very much a work about people. And so for me, I'm excited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what's going to be revealed as we do the 10 sites as part of Red Bull Thailand.
那同时，我们这次策展呢，也回应了台南400年来的水文变换。那基地的挑选包含这个海岸的沙丘区、文园溪流域、德庆溪、福安坑溪，还有竹溪、五条港跟玉河这些地方。在台南400重要时刻，红球以台湾面向，呈现台南甲世界交陪的方法。展出的时间刚好拄着年假，嘛看无同的品牌甲酒店推出优惠活动，互民众对着红球今日去古迹巷弄的同时，嘛带动观光热潮。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走出唐德宗一本描写228受难历史唐德宗故事的新册，作者黄敏正选定228东港伫纪录片导演以及文化局长等贵宾陪同正式发表。伊除了鼓励观众有想要了解历史的念头，嘛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出属于家己的唐德宗，关心这片土地所发生的故事。因为拍七色嘉年华的宣导底片，甲台南结缘的导演黄明正，这回对228事件受难者唐德宗历史的印象开始，到大上走出伊人生的纪录片，开了超过5档的时间完成，将伫3月15号公开播送。除了纪录片，后续伊嘛写走出唐德宗时代甲伊的7道难题这本册。同时选定228即天伫正大册城发表，吸引这民众注目。我就在想说，在我们自己土地的故事，然后又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一个人的故事，他有一个纪念公园，有一个故居，有纪念日，现在又有一条马路以他命名，这样。那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汤德章的故事？我们必须要借由一个外国的日本的作家来认识他。可不可以台湾也自己书写一个属于汤德章的故事？那是有台湾人观点的，所以就很勉励的自己，然后就写了一本这样的书。那我觉得，每一个台湾人应该都出发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汤德章。他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借由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关心你周遭的跟土地有关的故事。发表会中，除了走出唐德宗这本册，也有台湾228造型的历导论，以及文创磅礴地的诞生，要甲大家分享。导演表示，不管是新册，或是纪录片，唔是咧上历史课，你是希望历史就是咱家己，共同来关心甲咱土地相关的故事。会中文化局长谢淑燕嘛到场小听，鼓励少年一辈借着走出唐德宗的新册甲纪录片，更加了解228认识台湾。所以228事件对于台湾成为一个安尼讲的现代的这个多元族群所构成的共同体，自由、民主、法治基础所形成的一个新国家，带来最大的启示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来了解1947的228事件，以及汤德章先生，安尼较对咱变做一个新的这个共同体的国家，如何面对未来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汤德章，然后也更深入看，我们这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去更深入的去理解228事件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都非常期待黄导演的作品。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为了体贴宠物甲宠物主人的需求，嘛，互台南成为宠物的优先城市。由议员林依婷等人发起争取公园内设立宠物运动专区议案。地主市府今年已经选择东区、永康甲南区3位来实施，地方嘛拢乐观其成。为推动公园设立宠物运动专区，有立议员林依婷、蔡小薇、朱正轩、周家伟、甲李宗翰等议员，上午共同邀集市府动保处、甲南区几位里长召开记者会。因为动保处伫去年底已经发包3个的宠物运动专区，将分别伫东区、永康甲南区选定公园来兴建。其中南区就选伫民和公园。议会议员甲里长大多数拢赞成，但希望外界莫将宠物运动专区甲人的收容专区南做伙。
围栏把这个区域宠物运动专区的区域围起来的，所以我们是完全隔开，让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要运动的这些长者，他也不会受到牵着牵绳狗狗，或者是他突然会怕狗，他会受到影响。在游戏专区玩的小孩也不会怕说狗狗是不是会突然冲出来，因为这个围篱是有150公分的，其实小孩爬不进去，狗也跳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这个是让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相对于现在，其实它是相对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宠物专区，让毛小孩在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区域里面，除了它可以自在的奔跑以外，它的这个排泄物，我们的宠物的主人更可以聚焦说它是在哪一个区块，更好去做一个捡拾的动作啦哈。那第三个，我认为我们既然有编列这样的经费了，我们更希望是在台南市的每一个区域里面去平均的来做这个施作的部分，让所有区域的一个宠物的饲主呢，他的毛小孩可以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空间，再去这里做运动。那我想应该还是要再次的强调毛小孩的这一个宠物专区，绝对不是让专区。今年都我那里议会交市长这边有支持啊，哈，交大家民意代表会按听啦，哈，今年也是个有。那我也是希望说，区域一些会使平衡，有机会啊，大家有需求会使来争取，吼，和这个宠物公园会使。离咱的所在不是一个险恶设施，我不希望它变成是让友善的这些动物来。位伫南区民和公园，因为占地大，因此嘛有爱爸爱妈带着宠物来公园。未来如果规划一个运动专区，而且有围篱来隔离，不但会用个互宠物伫个专区内底走来走去，而且嘛唔免惊去伤着人。宠物的饲主嘛拢真赞成。狗啊，会带来遮拢足乖的啦。嘿啊！以后讲迄个专区是有隔网啊，大概隔150公分的网啊，互伊伫内底走，你感觉对狗啊好啊歹？好喏，大家啊爱狗啊，拢也足欢喜的。现在台南有安平甲南营绿都新2个宠物公园成功的案例，今年将增加东区、永康甲南区3个，希望台南市未来会成为宠物的优先城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过年期间，因为银行拢无营业，所以台湾零售保店无良共将超过1000万的邮箱送到台湾派出所，交予警方来保管。而伫元宵结束以后，灭方才由2位员警保护这大批邮箱，前往永康拢回来存看。永康零售保店武良宫伫每当农历正月初1到元宵节，拢会举办一系列文化规划动。今年特别请来明华园总团来演出，更加带动人气。庙方表示，今年香火钱比过去较济，除了是有明华园的效益，另外加上龙年大家拢来祈求财运亨通的原因。今年然后每天几乎上都有人很多人来这边，补充自己的财库，还有点这个通天香。所以呢，因为透过今天明花园来这边人气呢，也是有，就是说有大增啊。所以今年来讲，虽然年假期比较短，但是呢，突然涌起进来的人数每天都超过上万，我觉得也是有明花园本身他自己的名气以外，还有自己就是说，整个假期，然后民众希望说过年期间来到这里，希望今年龙年能够祈求今年的这个财运能够大增，运势能够大涨，这样。在今年农历春节期间，信众捐献的香火钱就超过10万以上，为求安全性中，庙方也将这个钱送到大湾派出所，委由警方代为保管。过年的时候，春节呢，大部分的这个金融机构啊、银行啊、邮局这些都一般都休假嘛，所以往年来我们都是把这个每天这个庙里面的这些所有这些不管是香油钱啊，所有这些收入呢，都会委托寄由这个当地的派出所，由派出所这边帮我们做一个保管处理。那今年当然也是不例外。那当然我们这个警局这一块对民众这个服务呢，真的做得非常的到位。因为他们除了是帮我们说在帮我们保管以外，包含说送到农会这边的所有的押送呢，都
说他们很忙的这个工之下，还挪出时间还有人力精力呢，然后我们来做这个服务的配送。永康分局表示，民众有提款或敲定服务，都会当向警察机关来申请。春节过后，各行业陆续开工，资金流动频繁，民众、庙宇或公司行号如有存款、提款安全需求，均可向辖区派出所申请代保管、互抄，本分局随时提供服务。总干事何南辉表示，今年春节假期虽然较短，但拜天公甲补菜股民众有增加，庙内斗阵也早伫咧农历年前就已经压满。今年还有推出通天香以及超平安钟等活动，同时也因为超平安钟的活动得到热烈回响，该活动也将持续规年冬。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与古迹密度相关以及传统小者出名的台南古道国际马拉松比赛，今年将伫3月3号起跑。据我了解，今年的报名人数阁创了新高，总共23000名参赛选手。桌顶一道一道的特色美食，互人看了流嘴烂。这是要准备给马拉松选手补充能量的。百年的杜小月的担仔面，然后有就来发的米粉酥，也有100年的古早味大饼，还有100种的卤味，以及100年的益丰冬瓜茶，在赛道上帮各位选手加油。台南古道国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17档。刚好嘛是台南400体育局抱着办喜事的心情来举办。伫马拉松路线方面，规划要经过台南10个观光景点以及港区风景。伫咱台南市今年拄好400档啊，拄整个一系列活动拢结合起来。上主要嘛要感谢咱的港务公司吼，会当互咱入去内底走。另外还要经过雅果的码头。让我们跑者欣赏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环境。我们在17.5公里的地方有安排的这个美食大街。今年赛事报名非常踊跃，总共有23611名跑者参赛，其中还有来自35个国界外国选手参加。体育局长陈良乾嘛邀请全国各地的好朋友。走了后，先煞来感受辐射之美。那到台南来参加这个马拉松完以后呢，除了早上清晨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以外呢，我们上午也可以到安平附近的灯会区去参观。那下午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高铁站旁边的这个参观国际的兰花展。那晚上呢，可以在高铁那边参观灯会。活动将伫3月3号透早5点半开始，到时交通管制区域包含中西区、南区以及安平区，嘛请民众多加注意。台南新闻上怀采访报道。第4届台南国际音乐节拄伫台南400，市府特别邀请英国达人秀冠军 Paul Pass 3月1号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办演唱会。到时嘛邀请文官、复兴以及中艺3间国小的儿童合唱团来献唱，其他用歌声连接国际甲世界交杯。英国达人秀冠军 Paul Pass 元宵伫台湾灯会安平地区的舞台献唱，吸引数万人前往欣赏以后，3月1号伊嘛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演唱会。市长表示，伊的演唱会开放提票以后，马上就被提甲空，可见伊的高人气。为了宣传这个好消息，市府嘛特别开记者会，来赠送台南400伴手礼，嘛有各同工将甲文官、复兴、中艺等3间国小儿童合唱团来合唱。其他以勇敢追求梦想的勇气，会当成为囡仔学习的模范。音乐的执着跟这个成就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其实但我们特别感谢今年有这个机会能够邀请到 Paul Pass 一起来。大家知道 Paul Pass 上次来台湾的时间是2008年，正好是台南上一次举办台湾灯会的时间。这个绝对不是故意的哈，但是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今年正好是台南400，从1624到2024年，其实这个我们
在许多的市民朋友们我们想呈现给全台湾的民众以及世界各国的好朋友非常好的文化飨宴。其实我想 POPUS 一定是其中一个很难被磨灭的一个环节。虽然演唱会票已经提完，不过市府表示3月1号当天会保留200个座位，拜五暗就当排队，也有机会进场欣赏。嘛，互咱透过 POPUS 声音来连接国际甲世界交杯。今日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安南爱心天使站在地服务将近20天，最近举办感恩大会，感谢长期协助的爱心人士。活动嘛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担任一天的儿孙来陪伴长辈，让因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安南区的艺文幼儿园的小朋友专心伫咧刷这顶面描绘长辈手模，这是华山基金会特别为长辈安排的活动。透过小朋友的陪伴，让长辈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华山基金会在地已经服务满19周年，服务超过380位以上的长辈。那在疫情期间，很多的长辈没有办法外出，那也感受到健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年我们特地邀请长辈、善士以及义工一起来制作幸福龙的挂饰。那希望呢，这只幸福龙能够陪伴长辈度过健康平安的一整年。华山基金会安南爱心天使站自民国94年起展开在地服务，至今已经19天，陪伴过380位适龄、失智、失医的长辈，走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感谢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甲志工，特别举办感恩大会，嘛邀请公所主秘张介军一同来陪伴长辈。要成立19年真的是相当不简单，因为有一些社会的福利制度公部门的那一个我没有办法延伸到每一个地方去。那透过华山的一个协助让我们更深入基层去协助我们社区的那个民众。华山呢一直以来是在地从事免费的到宅服务，因为这样子的免费到宅服务，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社会资源，需要非常多的义工，需要非常多的人一起来努力，才可以完成这一条不容易服务的路。除了陪伴长辈制作幸福拢来装饰，嘛邀请曾经做过总埔赛区阿嬷煮营仔汤，希望祝福大家事事圆满，拢平安。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传统活动的假喙齿拢是靠着狗仔交伫附近的喙齿来支撑，不过若喙齿欠的数量愈来愈多，会当狗的喙齿变少，就较无稳定，甚至会压迫造成痛痛。对此，基于病院想出一套治疗的办法来解决患者的困扰。未少的长辈因为喙齿落了多，影响着食食，拢会以活动假喙齿来增加家己食食的能力。但传统局部活动假喙齿，因为异物感较大，真侪长辈挂久黏膜会痛，活动的假喙齿容易落，会无想要挂。因此，基美病院齿科部针对坐齿落齿的治疗，除了活动假喙齿、人工植牙，现在还佫结合植牙搭配局部的活动假喙齿，就用来解决喷假牙甲黏膜摩擦受损的困扰。我们一般传统的局部的活动假牙，那这种局部活动假牙，我们是靠一些牙齿跟牙肉来帮忙支撑这个假牙。那因为我们知道，黏膜也是牙肉，它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在这种假牙的佩戴上，病人很常因为牙肉吃东西可能会疼痛，而有咀嚼力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况，很多东西咬不烂，再加上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黏膜会有疼痛的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适时的在一些没有牙齿的地方增加一些植牙的支撑，让这个假牙是牙齿跟植牙一起帮忙支撑，而不是牙齿跟黏膜来帮忙支撑这个假牙的话，病人在吃东西上咀嚼力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再来就是也可以减少黏膜被压迫的问题，病人也比较不会有疼痛的状况。医师强调，不管是活动假喙齿或者是植牙，拢要注意清洁。
虽然活动加喙齿会用个快乐的清洁，毋过咬合力较差。而指牙搭配局部的活动加喙齿，因为有肢体的支撑，咬合力会较好寡。而且嘛，毋免搭起来指牙，费用相对会比人工的指牙较省，提供民众无共的选择。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2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